歡迎咧翻嚟潮談佛系，我係你嘅主持人 Julie。今集咧我哋就講人際關係嘅慈悲智慧，點樣喺複雜嘅人際互動之中咧保持慈悲同埋理解嘅。人際關係咧可能係大家生活中嘅最大嘅一個挑戰之一嚟噶啦。無論係同事之間可能有競爭啊，朋友之間又有誤會啊，家人之間可能又有衝突。定係咧愛情之中你又會有啲失落咧？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咧，往往帶嚟嘅除咗有好深刻嘅喜悅啦，亦都咧會帶嚟痛苦嘅糾結嘅。因為最近咧我聽咗個分享，都想同大家聽眾分享嘅。咁咧我有個朋友叫佢做 A 啦，咁佢其實因為有一個 best friend 嘅咧。咁因為一次嘅誤會啦，佢哋兩個就鬧得好嚴重啦。其實已經成年冇聯絡噶啦。咁直到有一日啦，咁佢朋友 A 咧收到佢朋友媽媽病重嘅消息，因為其實佢哋係識咗好多年，所以都會知道Auntie 好似有事入咗醫院啦。咁佢就猶豫，應唔應該去醫院嗰一刻，佢就問自己：如果呢一個係我最後一次可以見到佢，我會點做呢？咁最後佢又放低咗個自尊心啦，去咗醫院。喺朋友媽媽病床之前咧，佢哋兩個就互相道歉，原諒咗對方。咁我聽完呢個經歷咧，係令我明白到喺人際關係中啦，自尊心同埋對錯咧，往往係冇親情同埋友情咁重要㗎。佛教對於人際關係咁其實係有啲咩智慧可以分享呢？首先咧就係慈悲啦。慈悲唔單止係同情或者憐憫嘅意思啊，而係一種發自內心希望一切眾生都能夠離苦得樂嘅願望。當我哋以慈悲心去對待他人啦，我哋嘅人際關係咧，自不然就會變得更加和諧。實踐慈悲可以從一個簡單嘅冥想練習開始啦，每日抽幾分鐘，先向自己送上祝福，願我健康、平安、快樂，然後就逐步擴展呢一個祝福。可能由你最親近嘅人開始啊，願我嘅家人朋友健康平安快樂。再去到唔識嘅人，願所有人都健康平安快樂。最後咧，甚至係向令到你唔舒服啊，或者係有過節嘅人送上同樣嘅祝福。呢個練習咧，聽落好似好簡單，又或者有啲人會覺得好難喎，仲要我祝福我日日，我已經好唔鋸嗰條友。但係咧，試一試啊！持續嘅練習咧，係可以幫助我哋培養慈悲心，減少個敵意同埋怨恨。你嘅生活都會過得順暢好多，舒暢好多嘅個心情。第二個重要嘅概念咧就係無我啦。佛教認為好多人際衝突嘅根源，其實就係在於我哋嘅自我執着，我嘅立場、我嘅觀點、我嘅感受。當我哋過分執着於自我，我哋就好難真正去聆聽同埋理解到他人。喺實際生活中啦，無我其實就可以體現為換位思考。當你同某個人有衝突嘅時候，試下企喺對方嘅角度思考，佢嘅行為背後可能會有咩原因？佢可能係經歷緊啲咩困難？呢一種思考方式咧，即係可以幫到我哋減低我哋嘅防禦心理啊，增加理解同埋包容。第三個概念咧就係正語啦。佛教強調語言嘅力量，鼓勵我哋咧講真實、有益、友善嘅說話。一句惡言咧係可以好似一支箭咁樣射入人哋嘅人心，而一句善意嘅說話咧，則調翻轉咧係可以療癒到人哋嘅傷口。喺日常嘅溝通之中啦，我都嘗試去實踐正語嘅3個標準啦。第一呢句說話亦都係咪必要嘅呢？第三，呢句說話係咪善意？喺講嘢之前呢，嘗試審核一下，問自己呢3個問題，咁可以避免我哋就唔好受到不必要嘅傷害啦。第4個重要嘅佛教教義呢，又係中道啦。中道強調平衡同埋調和，避免極端。喺人際關係中咧，中道就可以表現為既唔過分付出，以致犧牲咗自己啦，唔過分自私啦，以致傷害咗他人。只有取得平衡咧，我哋嘅關係先至會更健康同埋持久嘅。
我都當然試過做過一個所謂嘅老好人 yes man 啦，即係凡事就以他人為先，諗咗先，結果咧就搞到真係自己身心疲累嘅，甚至可能對到個朋友咧，我仲有少少怨佢添咩，因為我好似成日我又要聽你呻啊，好多嘢我就要就你先啊，等等呢啲。咁後來咧，我越大咧就學識咗設定嘅界限啦。我既關心他人，我亦都識得照顧自己嘅需要。呢一種平衡嘅態度咧，反而令到我嘅人際關係咧更加健康啦、真誠啦，同埋我都更加輕鬆咗啦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咧，咁又可以點樣將呢啲佛教智慧應用到人際關係之中咧？又嚟呢個實際嘅方法分享啦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哋可以練習正念聆聽啦。好多時咧，其實我哋表面好似聽緊人講嘢，實際個心已經喺度諗緊，我應該要點樣應你呢？正念聆聽咧係話全神貫注咁聆聽對方，唔急於回應，唔急於批判，只係咧真係真心咁想了解對方嘅諗法同埋感受。呢一種聆聽咧係可以令到對方咧感覺到被尊重啦，同埋理解。同時咧，幫我哋咧都更加深入咁了解翻對方嘅。第二啦，我哋咧可以對人際關係中嘅期望保持覺知。佛教認為痛苦其實嚟自於執着同埋期望。咁當我哋對於一段關係可能有過高或者係不切實際嘅期望，失望同埋痛苦咧自然就會出現。咁察覺自己嘅期望，了解對方嘅限制，接受關係嘅本質。咁可以幫助咧我哋減少不必要嘅痛苦嘅。第三咧，我哋就可以收集慈心禪啦。呢一個冥想嘅方法咧，專注於培養對自己同埋他人嘅慈愛。咁研究發現啦，定期練習慈心禪嘅人咧，唔單止人際關係改善啦，真係連身心健康都有所提升嘅。好似啱啱所講，其實每日你只要幾分鐘祝福自己、祝福他人，長久堅持咧，效果係會好明顯嘅。第四，我哋可以接受無常嘅本質。佛教教導我哋啦，世間萬物包括人際關係都係不斷變化嘅。朋友可能會疏離，戀人亦都可能會分離嘅。但係呢一啲咧係生命自然嘅一部分嚟噶嘛。咁當我哋接受關係嘅無常本質，我哋就能夠更加珍惜當下嘅相聚，同時都更加優雅咁樣咧面對分離。正如佛經所說，恨永遠咧唔能夠止息恨，只有愛咧先能夠止息恨嘅。最終建立健康嘅人際關係咧，唔係靠技巧或者策略，而係靠愛同埋理解真誠嘅修行。希望今日咧我分享嘅呢啲佛教智慧啦，都能夠幫助到各位嘅聽眾喺咁複雜嘅人際關係互動入邊咧，揾到個平衡啦，同埋建立更加和諧咧同埋有意義嘅關係㗎。咁如果你覺得咧今集嘅內容有用咧，就請幫手俾個 like、share 俾有需要嘅朋友，同埋留低 comment 話俾我知，你喺人際關係中咧有冇遇到過啲咩困難或者被挑戰？咁記得追蹤埋我哋嘅 Instagram Zensation Journey 啦。咁咧嗰度咧會有更加多嘅日常佛系列嘅語錄嘅。下集節目我哋會討論科技與佛法嘅融合啊。探討下佛教智慧點樣喺 AI 呢個時代都仍然適用呢？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打開個通知。多謝收聽，我係 Matuli，下次見，拜拜。